啊，最近这个欧洲的疫情是大爆发。世界卫生组织讲，欧洲已经过一摆将做疫情大流行的中心了。因为甲第一波的疫情比起来，欧洲这波疫情的大延率更较悬，死亡的人数嘛快速来增加。为了要防堵疫情，西班牙宣布延长全国紧急状态6个月。法国因为实施严格封锁的措施，引发着抗议。 这是欧洲大城市的街仔路顶，有民众蹲咧逛店，连路边的粪扫桶换啊车道，因为民众对政府的防疫措施有够不满。法国新冠病毒的疫情即马愈来愈严重，平均每一天拢有超过上少2万人确诊。 所以法国政府宣布，自30号开始2度封锁上少1个月，这引起民众非常不满，拢走上街路咧抗议。唔那法国疫情真严重，西班牙嘛同款无乐观。29号新增加确诊病例是23580例，再次创下新的纪录。 因为疫情愈来愈严重，西班牙国会伫29号投票通过，延长全国紧急状态6个月，也就是讲啊，封锁到明年5月初9，希望疫情会当卖阁恶化。另外，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的主任嘛讲，欧洲已经搁再一届听做是疫情大流行的中心，除了住院的人比头一波疫情的时阵搁较侪人，另外死亡的人数也冲悬30%，全世界有4000多万人确诊，欧洲就占1/4。 可见即马欧洲的疫情有偌严重。